好脂肪，壞脂肪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講一個大家有少少驚嘅主題，脂肪。好多人講到脂肪就驚，買牛奶要脫脂，食餅乾怕肥。但真相係，脂肪唔係壞人，用得啱，佢係身體最好嘅朋友。脂肪喺體重控制同健康嘅關鍵作用。好多人以為減肥就要零脂肪，其實呢個係迷思。事實上，適量嘅好脂肪可以幫我哋控制體重，原因有3個。一、增加飽足感，脂肪消化得慢，令你冇咁易餓，自然減少食零食嘅誘惑。2、穩定血糖，好脂肪可以減慢碳水化合物吸收，避免血糖大上大落，減少脂肪囤積。3、消脂需要脂肪，適量食好脂肪，反而可以啟動身體嘅代謝開關，幫助分解囤積嘅體脂肪。健康方面，脂肪更加係不可缺少，構成腦神經同細胞膜，幫助吸收維他命 A、D、E、K， 維持皮膚同內分泌正常。完全唔食油，皮膚會變粗，內分泌失調，連個腦都會變鈍。壞脂肪即係飽和脂肪、反式脂肪，匿喺炸雞、蛋糕、餅乾入面，好似血管裡面嘅泥巴，會增加壞膽固醇，長遠可能導致高血壓、心臟病、中風。而好脂肪即係不飽和脂肪，嚟自深海魚、堅果、牛油果、橄欖油，係身體嘅清道夫，可以提升好膽固醇，保護心血管，減少發炎。康寶萊點樣幫你？現代人成日外出食飯，好難餐餐食到好油，亦好難避開壞油。康寶萊3個做法： 1、優質蛋白，代餐奶昔有大豆蛋白，幫你維持肌肉量，肌肉就係燃燒脂肪嘅引擎。 2、補充好油，魚油膠囊富含Omega-3，降低三酸甘油脂，減少身體發炎。 3、加強代謝，消脂片同抗脂片，幫助促進脂肪分解，減少脂肪吸收，令體重管理更到位。面對脂肪，唔係完全封殺，而係聰明選擇，食啱好油，反而有助體重控制同健康。想了解更啱你嘅做法，可以 WhatsApp 我，訂閱我嘅 YouTube， 記得幫點讚、關注、留言、分享，等更多人可以食啱油變健康。我哋下一條片再見。